喂，點啊大家？歡迎嚟到珍稀堂嘅穿越古今收藏之旅。我係阿華，今日同我嘅最佳拍檔小寶一齊帶大家睇一張超級無敵罕有嘅香港上海匯豐銀行50元北京洋商客鈔。呢張鈔票簡直係收藏界嘅超級英雄，仲有滿滿嘅歷史故事。小寶，你話係咪好正啊？係啊，阿華，但我一開始見到呢張鈔票，覺得佢好似一本古老漫畫咁，畫風好有型。點解佢咁特別啊？快啲同大家講下啦！哈哈，好，準備好未？一齊開箱，穿越去1920年代嘅香港同北京啦！哇，阿華，你睇下呢張鈔票，左邊係萬里長城，右邊仲有隻超有氣勢嘅大牛。呢個設計係咪有啲中西合璧嘅感覺啊？完全正確。呢張係1921至1923年匯豐50元同1925年500元紙幣嘅夢幻聯動。你睇長城圖案，城牆連綿不絕，烽火台同山脈氣勢到爆，簡直係話俾你知中國千年歷史堅不可摧。而右邊嘅大牛，你見唔見到隻牛行得超有型？背景有農田農夫，寶塔滿滿鄉村風情，係1920年代香港嘅生活縮影。小寶，你中意長城定大牛啊？長城好有霸氣，但大牛又好似我屋企隔籬嗰隻牛咁親切，真係好難揀。但我覺得呢兩個加起嚟，簡直係藝術品，係咪好多收藏家都搶住要啊？梗係啊！更重要係呢款鈔票只有樣鈔，從未出現過流通鈔票。如果要擁有佢，只能夠購買樣鈔。加上呢張鈔票係歷史同藝術嘅完美 combo， 收藏家見到即刻心動。講到呢張鈔票嘅歷史，真是一個字，勁。小寶，你知唔知匯豐銀行點樣叱咤風雲？知道啊。匯豐1864年喺香港創立，1865年開總行，1866年正式註冊。仲話匯兌業務發達，聽落已經好有大佬 feel。係咪話佢喺1920年代已經係銀行界嘅龍頭老大呢？聰明！1920年代，匯豐喺上海分行係外商銀行嘅 top one， 連晚清政府向外國借嘅外債、辛丑賠款，甚至民初五國銀團嘅善後大借款，全部都係經匯豐處理。而呢一張1922年嘅50元北京洋商客鈔，係專為北京嘅洋商交易而設，超級罕有。PMG 認證，全球只有6枚有評級，呢一張係63分，上面只有3枚更高分。雖然有啲小針孔同外來物質，但呢啲瑕疵反而似一本舊書，滿載歷史嘅痕跡。哇！6枚咋，即係話呢張鈔票係宇宙級珍品。阿華呢啲故事聽完，我都想即刻收藏佢。阿華，1922年嘅50元嗰陣可以買啲咩啊？係咪好似而家50蚊咁買杯咖啡都唔夠？哈哈，50蚊，小寶你太天真啦！1922年，香港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人工大概係10至15銀元，50元係一個中產家庭幾個月嘅生活費。可以用嚟買幾十斤米、幾套靚衫，甚至喺茶樓叫一席豪華點心宴，仲可以請晒班朋友攞去晒命一番。哇！一張鈔票可以叫全席點心，如果放喺今日，呢張50元係咪好似一棟樓咁值錢啊？值錢唔單止係錢，而係歷史。呢張鈔票係無價嘅文化傳承，收藏佢等於將1920年代嘅香港同中國帶翻屋企。呢張匯豐50元客鈔唔單止係一張錢幣，仲係一塊歷史拼圖。佢見證咗匯豐喺中國金融界嘅輝煌，仲記錄咗香港同中國嘅時代變遷。而家喺珍稀堂只售港幣8萬元，呢一個價錢仲唔係搶手貨咩？真係抵到爆！想展示你嘅品味同眼光，即刻聯繫珍稀堂搶先入手。阿華，我覺得收藏呢張鈔票係咪好似同歷史做朋友咁啊？完全同意。收藏呢張鈔票，等於將香港同中國嘅故事放喺你嘅展示櫃。好啦，今日嘅穿越之旅到呢度，大家覺得呢張匯豐50元客鈔點樣？係咪即刻想擁有？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中意長城定大牛圖案，仲有咩古錢幣想我哋介紹？記得 follow 珍稀堂，隨時解鎖更多收藏界嘅秘密。下期見。
拜拜。喂，阿華，等等我，咪走住，我要再睇多次呢張鈔票先。